原住民的，我们主流社会可能对原住民会产生很多偏见。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听过一些说法，这个特别是指说，可能像中横啊，早期在开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开辟的过程就近的呢去聘用一些原住民来工作。那这些因此就会有一些想法传出来说，啊，像原住民可能他们拿到了薪水，他们就可能就把它花掉了。那么也就当天可能呢，原住民拿了薪水之后人就不见了，然后把这个他们所发到的薪水啊，都拿到这个，都跑去买吃的啦，买喝的啦，特别是买酒喝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也许上工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原住民是不是都没有出息的习惯？那么有这种得过且过，这个拿了钱就花掉了，没有去思考未来的习惯。有时候，即使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也并不必然是原住民这个的一些不是啊，就是汉人社会之所以会养成一种储蓄的习惯，很大的原因是汉人长期以来都是农业的社会。那么在这个农业的社会之中，他们的作息是这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么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呢，可能会有收入，但他这个收入呢，可能是全年唯一的一次的收入。这我是指在这个农业社会里头。那因此呢，他这一次性的收入，他必须去支应他全年的开支，所以他不可能养成了我一到了秋收我就把所有的钱花掉。他必须去考虑到在未来的隔年，在春耕这个夏耘，在这个没有在耕作等待收成的季节是没有收入的，所以我必须把今年所这个存下来的米粮去支应到明年这个没有收入的时候的开支。所以在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它必然会去养成这种储蓄的习惯。但是原住民如果是停留在早期的这个渔猎社会，或者是停留在这个早期的采集社会，他们并不是这个像农业社会，每年呢大概只有一次呢可以取得大笔收入的。他们是随时随地呢，在台湾森林资源还算丰富的年代之中，他们是可以很轻易的在台湾的山林里头去取得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所以他们当然无需特别的去进行储蓄，他们只要去找到一条跟这个自然环境有序生存的法则，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过活即可。比如说，我今天到了山林里头，我去打了一头鹿，那这条鹿呢，在过去没有冰箱的年代，如果你不赶快把它进行消费掉，那这个鹿可能隔天或再隔一阵子，它也会怎么样腐烂坏掉。所以打了鹿就开始怎么样进行消费。那么等到这条鹿呢被我们消费完了以后，它就随时到山林头再去打一头新的鹿就可以了。新的鹿，那只要他们维持着一个让这个森林可以永续发展的法则去过活的话，他们可以确保他们随时都有怎么样食物的供应。那既然食物常年供物于无余，他们也不必去养成这一种防范未来，去想象未来没有鹿可吃的情况，他们自然不会怎么样把鹿怎么样囤积下来，把收获给累积下来，就不会有这一种习惯。更何况，如果他们真的一次去打了10头鹿，在过去没有这个冷藏科技的年代，这10头鹿如果这个也没有特殊经过腌制跟消制，那么去进行保存的话，它可能很快就腐烂掉了。所以打了1头鹿，9条鹿烂掉了，然后再去打一头新的鹿，这其实是一种怎么样无形中的浪费、消耗森林资源的行为。所以我们讲的重点呢，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社会，在他所从事的经济模式，在他所居住的自然环境，
他会找到一条去应对他们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些社会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我们应该把它进行尊重，而无需去用一些这个文化的偏见，或者站在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去思考这种行为。过去汉人总是认为自己比较优秀，他认为防范未来呢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思维跟比较进步的概念。那么，但殊不知道，其实简单来讲，就只是因为双方的经济的生活的环境不同，经济的生活的模式不同，而造成了这种行为上的差异。严格来讲，这个并没有谁比较优秀，谁不优秀，谁比较先进，谁比较落后的问题，纯粹只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它适应环境生活，它所会采取的一种应对的生活方式，如此而已。